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大陆高自强号发生事故，到达已经到了第4天，包厢的负责人李义祥讲起当时伊是一个人到工地，不过真说是有愈来愈侪相片来证明讲，伊所讲的全部拢是白贼话。代替表示讲，目前也正在调查，相片内面是会当确认有李义祥，敢有违法时间过来调查。另外，伫今下晡也已经甲缀伫咧第6节车厢下骹遗体请出来了。下晡3点外，警消甲救援人员入去崩坑内底，顺利选出去伫第6车厢下面的遗体，家属来认尸。确认身份是21岁宪兵曾建志，已经送往花莲殡仪馆进行修复。泰鲁国号火车事故进入第4天，50名罹难乘客内底，包含3名外籍乘客，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籍。法国在地协会也请牧师来到现场督导，李检警也全力协助外籍家属来认尸。那目前家属的部分都由相关驻台的一个机构，包括 AIT 跟法国在台协会这边都有跟家属做一个联系。好，那我们警方也会全力的来配合外籍人士罹难者的一个家属。而在抢修进度方面，第5节车厢在已经顺利救出崩坑口，拖离到仁和站。检察官继续上验第6车厢，即阵有计在4月初6拜2完成事故车辆脱离现场的作业，4月初7进行铁基路修复，后续会甲第三方公证单位进行安全的检测。只不过随着事故第一时间相片一直公布，发现有侪名的人士当时徛伫边坡卡车过来所在伫看。这家包厢负责人李义祥讲，家己当时是一个人到工地中讲话是无共款的。那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大地工程的劳安的人员，那但是这个劳安人员到底是不是其中之一啦？哈，那这部分也在做一些这个调查啊。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认定说他有施工的情形。当场有看到很多人，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这一些人的身份，除了李义祥以外，其他人的身份我们都还没有确定。交通部法规会表示，会向建筑商甲包厢进行民事求偿，只有刑事责任由花莲地检署来侦办。为了避免李义祥脱产，4月初时已经对李义祥个人甲伊负责公司申请假扣押。即阵掌握李义祥是合法的分包厂商，不过是毋是有照牌也会调查。交通部强调会继续来追究责任，若是对查出代替人员也有违失，也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因为工程车对山架出落来，才会造成50人死亡的火车事故。有民众检举讲，伫发生意外迄当时，徛伫山架顶头，毋那是李义祥一个人，而且这站意外也验出讲李义祥是公司的负责人，也违法兼工地主任。有专家表示讲，这款做山架的工程是爱有限制，怀疑李义祥是甲人借公司牌来标案，根本就是违法政府的采购案。代替工程包厢义祥工程车，因为工程车出入去造成泰鲁国号重大死伤。有民众提出相片显示，事发迄一天，义祥工程车头家李义祥甲真侪人徛伫面看看，煞无报警。甲李义祥表示，事发迄一天只有伊一个人巡视工地，明显有出入，互受害家属真生气。他不该说话。他一个人是害死这么多人呢，还有的受伤的在医院里头。如果当时您有在现场拍照，或者你知道在场人的姓名，请跟我们花莲地检署这一个专线联络。救护车卫兵要协调，7日早起11点外，李义祥甲穿蓝色衫的调升托部负责人林中清讲话，将金钟道警方出来接将李义祥带走。林中清表示，只是合约厂商。根据工程告示牌显示，工程承包商应该是东升营造代表人是黄炳和，工地主任率由义祥负责人李义祥违法检证，工地专任工程师杨金龙是东升营造正当时工程专家指出，这1.2亿的工程有加急营造的限制，义祥资格无符合，疑似向东升营造照牌得标，也违反政府采购法。杜绝这种走白的文化，你就给一个合格的甲级照去承包，怎么会出事情？这套机制啊，防止灾变、灾难发生的机制本来就存在的。对不起，在我前面以前有跟他合作因为我做2、3条大条的这样子就摩擦的。有的专业上面就有讲说，这个地方好像是应该做安全设施比较好。
有开会结论说可以做，但是要钱，那这个不是我决定钱的。专营工程师杨金龙表示，已经提出东升营造股份。另外，工程为什么无说安全为例？过去会期上冇有建议，不过因为经费无够，后续都无做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大陆高自强号发生爆燃的事故，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以外，云南会也根据着火车顶头的行车记录器影像，发现讲对崩坑出来了后，到弄到工程车，在火车的驾驶会当反应的时间只有10秒钟。外界也伫咧质疑讲，若准有三架警示系统，就袂发生这款的意外咯。交通部伫今日表示讲，台铁本地伫去年底就要完成25台三架自动监测系统，不过到大陆也未做好，未来也针对讲容易有物件走入来铁轨路的所在，会加强设备。大型的机具一直伫关设，希望甲车厢拢全部顺利散出来。台铁泰鲁阁号发生重大的弄车事故，经过事件原因，拢指向边坡正伫厂商的工程车。云南会找到列车的行车记录器来分析这个影像，也看到惊险的事发经过画面。等于在第8车往外的司机驾驶上方的 CCTV 仁和隧道一出来，开始计算他撞到事故的工程车，以及到清水隧道这一段，大概不到250公尺，的确是不到10秒钟。云南会指出，列车对任何崩坑出来，画面中就使看到铁轨路顶面的工程车，结果列车就安尼直接弄去。伫驾驶室倒边的司机这个位冲击上严重，所以列车弄入去崩坑。这段过程，司机因反应时间不到10秒，这互外界质疑，若是在事发的地点设有边坡警示的系统，可能就使阻止这场悲剧发生。我的边坡工程如果做好，就不需要侦测的系统，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分开的哈，它很容易接近。也造成有可能是比较弱点的地方，那我是觉得这部分昨天有请台铁也要做一些检讨，在未来这个25处以外，在后续可能要针对这个异物容易这个入侵的这个地方也要做这样一个设施。交通部指出，这种有2种做法，一种是徒步工程的改善，另外一种是建置侦测系统，会在今年末2年架设25处。这摆事件的事故地点伫进行评估，小工程会使改善的路段无列入装设侦测系统的范围。不过未来建议，除了工程无度改善的25处路段以外，要甲物件开入新的路线，也纳入装设的考虑。而云南会所掌握的行车记录器、司机员的通话记录、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这资讯。继续进行资料解读，如果这2天整个事件的经过，就会更加清楚了。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发生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爆燃意外，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也搁再去到现场视察。林佳龙表示，讲目前伊会专心处理事故，会负起全部责任。伊也已经向总统加行政院长提出实质的要求啊。泰鲁阁事故第4天，依然坐镇花莲的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去事故现场关心上新的抢修进度。前一天，林佳龙伫病院现场甲殡仪馆3并走，半暝正式伫面册打出请辞文。伊强调，事发第1天就向总统甲院长请辞，留落日子毋是留恋，是救援善后。伫抢救工作告一段落了后，绝对袂留恋失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第一时间就讲我会负起最后跟完全的责任，那我也已经请辞。那负责任除了负政治的责任也负能够善后的责任。亲嘴讲出请辞，林佳龙接任交通部长以来，除了经过华航机师加中型空服员罢工以外，交通大小事故真多，一直被外界质疑。个人的去留不重要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抢救跟抢修的工作做好，那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那让这一个事故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虽然交通部进前宣示要改革台铁，不过敢若今年1月18日伫屏东潮州发生吊车作业，业师吊车工。2月，佫发生台东海端站电力维修车冻死倒班工作人员，2个事件拢还在调查当中。清明连假泰鲁阁号爆燃夺走50名乘客性命，虽然事故责任还在调查，不过这台铁有史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事故，逼林佳龙几下摆表态，请辞是上基本的责任。什么时阵会离开？伊讲等善后工作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国自强号发生败冷的意外，为福部也设立一个赈灾的专门口组。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以及着副总统赖清德，也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因拢用个人的身份，捐一个月月给到为福部的赈灾专门口组，协助受伤旅客医疗甲亡生者家属的经济支持。总统蔡英文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讲，大陆国自强号发生败冷的意外，大家拢真艰苦，但台湾各界也拢透过种种行动甲捐款，展现台湾社会有互助力量。也强调讲，政府爱负责的事项，拢会用政府的预算来办理。事故责任检调也等来调查，所有的赔偿拢袂去用到爱心捐款。代替发生这款意外，为福部也开一个捐款的口组，接受民众的捐款。不过，有人质疑讲，这寡钱敢会当专款专用咧？为福部长陈时中今下晡伫代替的记者会顶头也表示讲，目前捐款已经超过6000万，会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来成立管理委员会，也会用这条钱来替政府赔偿。工程人员把握时间继续进行抢修。大陆国号发生严重的火车路边意外了后，为福部第二天公布捐款的户头接受各界捐款。不过，这款的做法却是引发外界质疑，因为政府乃使对外来拨款，钱到底要用伫倒位？下晡为福部长陈时中亲身来说明。社会其实爱心者众，那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询问，希望有一个管道能够的事情的关心跟爱心，所以我们就因应这样的需求，就成立了多管道的一个大家可以捐款的一个账号，是从烧章或 Line Pay 这边来的那有6000多万。为安怎外界有这款的质疑声音出现，就是因为当年高雄发生起爆时，总共收到45亿6635万块的捐款。依据起爆捐款管理作业要点规定，起爆捐款专户专款专用，运用范围包含应用伫生活辅助、医疗救助、子女教育基金、生活中建基金、产业扶持加就业协助、社区在后中建等等。不过，却是互监察院调查发现，高雄市府无专款专用。外界烦恼，这摆事故受伤人应该接受出代志单位的医疗服务加费用赔偿，死伤的人应该由领取出代志单位的保险公司来赔偿。也注意现场救援人员加伤者家属，拢有花莲旅行公会所提供的免费旅馆。另外，现场工程的修缮也应该由代替来支付人力支出。政府本来该付的，或者任何的一个人祸的部分，该要赔偿的部分，那当然都由既有的一个法定的的方式去处理。那我们去处理这相关的未尽事宜或长期需要这一部分，那当然是由管理委员会来做相关的一个目的的使用。但市长强调，这笔善款绝对袂替政府付钱，会指定用伫伤者医疗、福建、生活重建、家属经济支持。另外，也在每个月固定公开捐款的统计甲用途，互捐赠的人知影钱用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火车发生败马意外，根据着教育部上最新的统计，老师甲学生拢总有62个人伫这届事故内面，其中有15人死亡。教育部也已经启动关怀辅导机制，要安排专人处理保险赔偿代志。教授手中展示一张全新的毕业证书，也毋过证书的主人附带音乐系的圣赞女学生，原本这个学期就要毕业，因为坐上泰鲁国号不幸罹难。同学拢非常艰苦，家属真艰苦，也希望附带会当完成伊毕业的心愿。我当天向校长呈报，那么校长也一口答应，所以这个证书是当天下午就做出来了。我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心中希望的也是这件事情。根据教育部初5下昼公布上新的校安统计，死伤师生拢总有62人，其中15人死亡，包括12名学生、2名外籍教师加1名职员。教育部启动关怀辅导机制，除了开会1对1专职人员，将对受影响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对看到事故的学生，也请学校主动提供辅导。受伤的学生，我们会进行他的辅导需求评估，然后提供辅导的课程让他的心理创伤可以得到平复以外，我们针对罹难的学生他所就读的班级，也会请辅导人员进班做团体的悲伤辅导。另外，针对伤亡学生，会以专人递上慰问金，死亡5万，重伤2万，受伤1万。学生团体保险部分已经掌握符合资格的人有28位，
死亡发放100万，受伤是2000至5万，也会继续厘清受益人的身份，协助理赔事宜。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伫咧花莲发生败电的意外，真侪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拢随赶到现场支援。伫救灾过程当中，也有人翕到一位花莲主治病院的医生吴坤杰，伊本身毋但是医生，也是技销。伊伫事故现场安打受伤的囡仔，也关怀受伤的民众，互人看到是真感动。伫黑暗的饭堂内，穿着白衫的医师抱着一名拍着惊的囡仔。这条相片是技销伫代替泰鲁国府救难现场所翕的画面。鉴定技销的花莲主治病院吴坤杰医师伫事发迄天前往现场支援。他开始有点挣扎，我说我们今天不打针，你不用担心。他就乖乖的，就很依在我身上。因为事发突然，也咧看诊的吴医师只会当甲排队挂号的50多名患者回室内，都随前往现场，而且毋但安打囡仔的相片引起讨论。吴医师的白衫也伫这场事故中发挥其他作用。他已经开始冷，因为他双脚都断掉，有点失血。然后我说我只能给你的是我的白袍，我就把它裹在一起。拢是血裂甲头粉的白衫，因为伤患送往主治病院治疗，加5点钟高中回手中。伊也回顾4月初2迄天，救援人员需要伫黑暗的饭堂中拍拼抢救，搁搬运遗体，也爱忍受惊吓周边的冲击，表达敬佩心情。我们把他最后在验尸的那种没办法忍受的状态，我们把它保留下来。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善良的一个地方，这是也是我现在还有感到非常庆幸我是台湾人的感觉。代志过3天，医师希望大家早着伤痛，继续过平凡的日子，也希望家己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伫半世纪以来，上凄惨的铁路事故现场，军警消甲医护人员的拍拼故事，继续互人甘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个月初6苗栗、台中和中华北平就要启动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啊！台中市区内面会有338个供水站，有真侪店家为着要欠水，也着爱改变开店的时间。自来水公司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有抽水莫达，就要禁掉，避免无水一直放就会歹去。店门内底真无形，后边一个大水桶直接放伫台仔顶，250公升的容量，爱伫暗时进行装满，要为初6分区供水做准备。就陆陆续续加，应该是有十几、20几个小时哦。我们本身没有水塔，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就要开始限水，除了爱准备热渗透的水做生理，还佫欠一寡清洗的用水。伫台中一中商圈大部分是用水量大的餐饮业，店家讲即摆用5天停2天的方式，生理可能会受影响。逆渗透，你没有自来水，它出不来啊，就是只有办法营业1天而已。哦，那所以时间要缩短哦。要缩短。中华制造产业者开店进前也无用咧准备，不过即摆北中华也伫限水范围，店家虽然准备水塔引擎，不过也是欠咧用。无水通洗菜，要洗碗盘。水公司伫各地临时水站，初5也开始补水。即摆分区供水范围包含苗栗、台中甲北中华部分地区。水公司表示，除了随时补充，伫公线尾甲地势较悬的所在，也会机动性加强设置。那甲区的话，就是星期2、3，就是明天4月6号、7号2天停水。好，然后高速公路以西的部分是乙区，乙区的话就是礼拜4、礼拜5停水。水公司表示，即摆有436个储水点，敢若是伫台中到338个，拢会机动补充。民众应透过官方网站找找储水点，也建议停水期间注意莫大加强水电气的状况，避免空转刷去害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上尾一天，过到了后，车也开始变多咯。不过今仔早起伫高雄甲线发生一桩死亡车祸，可能是驾驶驶了伤过紧，冲到对向，造成1个人死亡、6人受伤的悲剧。高公局表示讲，可能会较塞车的路段，可能要到暗时6点至8点过后才会较消透挂。
清明连假真游过声，台湾上南边垦丁往北的车流，等到过了后开始出现，下到1点左右，省道第一线就把时速大约只有40至50公里。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来使用，在这边呼吁。 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哦。屏东警方统计，当地每点钟大约有2500台车上路，只是拄到连假，民众着急的返乡，也后车祸不断。高雄透早7点外，甲仙区大约21线41公里的所在，驾驶技术车速伤紧，驶至对向车道，弄到另外一台车，造成1死6伤的悲剧。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擦撞，其中一方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 2方车驾驶含乘客共6人受伤，均分别送医救治。高公局表示，初5下昼3点为止，国道专线交通量是58万车公里，有估计港交通量是112万车公里。 国一北向的新竹以及国3的大溪土城路段，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在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况。另外，在南部路段部分，目前在国10西向的顶金系统也是有车多拥挤。 高公局有告，国道5号开太车路段大约伫宜兰到头城，国道1号是伫新竹到乌狗路段，提醒民众细力塞车，上路前随时掌握路况。这挂车流有估伫暗时6点至8点过了后才会顿河。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境外确诊病例，是一个印尼学生，伊是对3月2日入境住伫集中检疫所，期末进行采检才来确诊的。 那持有搭机前的3日内的检验阴性报告，那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也到集中检疫所进行检疫，在4月3号做检疫期满前采检，那今天确诊，那他自述曾于当地有暴露过有确诊者，那他这个由于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也没有跟其他人接触，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境外病例大部分拢是移工较济，也若境外生就要看学校甲教育部申请，依照核准的进度才来入来台湾。若讲到 AZ 一边部分，暂时无人去做，也无不良事件的通报。 伫咧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顶个月30对中国返来台湾，煞伫咧因兜门口的空地啊大破棚，当作是居家检疫的所在。也因为讲这路边人是来来去去，民众是真袂放心。落尾也互要求讲，都要去住检疫旅馆。市政府强调讲，重点是要有独立便所，也会追究这位民众责任。 真简单的篷布，勉强结出一个空间。为外口看，只是一个平影用篷布围起来，内底坐有一个为中国返来的查甫人，敢若是为着省钱，就伫遮家己做居家检疫。透早，清洁队的人员搁一摆来消毒、喷消毒水。虽然这个居家检疫的男性已经住入去防疫旅馆，不过附近的民众讲，常常看到因兜的人送食的来，垃圾水就直接排去人行道。 才知影有人伫遮居家检疫。这边有一间，这边嘛中港这嘛一间啊，毋是欠一个问题，个人的道德问题。民众赶紧通报，包括区公所表示，这位男性伫30为中国返来台湾，31返来到台中就住伫遮，一直到这个月初3才互要求要住入去防疫旅馆，伫遮点4天。 不过，这时间，工作人员有去现场分防疫包，无看到内底有洗液的设备，所讲有符合居家检疫的要求。污水的部分，它是用收集桶的方式在收集，他在机场所填具的切结书之后，我们看也是1人1户了哈。事实上也真的是有门牌号。那里头最少要独立卫浴设备都没有哦，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我想公所的同仁有最大的责任。 民政局长表示，居家检疫的规定，佮包括一个人要有一间疫间啊，会追究相关人员是毋是失职，嘛会加强消毒，希望减少民众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外国观光客收入伫泰国的 GDP 就占要到11%至12%。为着要振兴经济，泰国政府按算对10月初1开始，该放过的地点，互驻过武汉肺炎疫苗的外国旅客会当直接到位，而且佫唔免隔离。热天时啊开始，普吉岛会大城施行，岛上46万名的居民也拢全部拢爱注疫苗。 泰国政府所制定的疫苗注射顺序是对医疗人员、内国成员也有老人开始做。不过为了重新启动国际观光旅游，泰国当局正要对普吉岛的46名民众来全面注射疫苗。
แผนวัคซีนที่ทางรัฐบาลจัดให้ภูเก็ตคือ 930,000 โดสนะฮะซึ่งจะต้องฉีดให้จบภายในวันที่30 มิถุนายน。疫情爆发之前，外国观光客消费在泰国 GDP 占11到12%，全国相关的产业在去年流失145万的工作。2020年就有670万外国观光客来访，因所开金额是110亿美金。而在2019年是4000万的旅客，因开金额是610亿美金。泰国当局计划7月初开始首先开放普吉岛，让注射过疫苗的国际旅客用直接入境免隔离，希望至少在第3季吸引10万人次来访普吉岛。泰国对这个月初1开始会有完整疫苗注射证明的旅客入境隔离期对14天缩短成最7天，隔离期间会检测1摆。普吉岛重新启动旅游是第2阶段，第3阶段是10月初1开始。注射过疫苗旅客应直接入境5个特定的地点。第4阶段定在2022年1月初1，注射过疫苗旅客应直接入境泰国任何地点。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美国非洲中部的马纳提郡有一个坑咧远的肥料工厂，内边的废水池的水说是泄漏出去啊，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影响。非洲州长伫初时宣布讲，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而且甲附近地区316户居民全部撤离。非洲州长德桑提斯初时召开记者会，说明目前危机处理人员伫国民兵的协助，逐天为外泄的废水储水池抽3300万加仑的水，预计情况到初6应该会当控制落来。马纳提郡这个废弃的林矿甲肥料工厂的储水池，储存4亿8千万加仑的废水，1礼拜前塑胶内里破损，滴水水流出来，有伤害肥料工厂的啉石膏堆的疑虑。啉石膏方认为有放射性，因为伊含有氡这种同位素，也有锌、盐、水银等有毒的重金属。环保团体生物多样性中心呼吁联邦环保局应该介入。At my direction, the State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anatee County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e teams are all coordinating to ensure proper response and mitigation of risks in Manatee County and in impact areas. And what we're looking at now is trying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if need be, a real catastrophic flood situation. 马纳提郡官员估计，按照当前的速度，10至12天会当将废水池的水抽到会当控制范围。为了方便资源调度，德桑尼斯初时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佮将附近地区316户居民全部撤离，表示根据现场工程人员的汇报，有必要适当的将水排掉。佮强调，这寡废水符合排放入海标准，唯一的顾虑就是内底磷甲氮的含量可能会造成藻类增生，所以海中的鱼类甲其他水生生物无法度喘气，也对游客活动造成影响。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最近这几年，因为开垦了伤过头，印尼红树林的面积是大大减少，这造成海岸线一直退后的危机。由环保人士开始伫砖头用讲故事和表演的方式，教囡仔人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伫古水的西具造型的帽仔，盼用印尼话写同为故事的房仔，环保运动人士山树顶访问一个串头，教囡仔海岸侵蚀的严重性，教红树林用有效对抗海岸侵蚀，保护生态环境。即摆移到印度拉马尤镇，是印度海岸侵蚀严重的地区之一，114公里的海岸线有将近9成受海水破坏，6100公顷的土地浸伫海水当中。Ketika saya memutuskan untuk membuat kegiatan dongeng keliling ini, harapan saya agar anak-anak yang saya temui bisa menjadi pahlawan-pahlawan bagi lingkungannya, pahlawan bagi penyelamatan satwa langka Indonesia, hutan Indonesia, serta pelestarian mangrove yang ada di negara kita. 山树顶用红仔只道具讲故事，吸引囡仔的眼光，同时也互因参加其中。亲像今是一张红树林的油彩，主动强调海风保护印尼的海岸线无受侵蚀等。Senang. Kenapa senang? Karena ceritanya bagus. Mangrove itu pohon yang ditanam oleh manusia untuk menjaga daratan.
这几年来，印尼红树林大量减少，主要是因为非法臭树大量开，鱼虾养殖场甲钓产所致使。路透报道，目前印尼全国有330万公顷的红树林，其中60万公顷有消失危机。2017年，印尼官方的资料显示，超过180万公顷的红树林已经被人破坏，呼吁红树林主动海划线侵蚀，成做印尼政府上重要的代志。公视新闻殷孝如编译。苏公巴车厝大陆高速公路发生败马意外，伫伫咧第六车的车厢下骹的遗体，今仔日下晡3点多，也已经甲伊请出来，送到殡仪馆去啊。墓坑内面阁存第六、第七、第八节车厢。代替的代理局长基本中表示，希望伫车节进前会当甲所有的车厢全部拖出去。今仔日4月初5是苏控北处泰鲁国号事故抢救的第4天。透早，工程人员将第5节车厢拖走了后，就开始进行第6节车厢的遗体处理。经过5-6点钟的时间，消防队特殊人员入去墓坑内，将缀伫第6节车厢下底的遗体刷出来。对，我们刚刚用快手先把那个上面的那个轴把它拉下来之后，后来发现上面还是有被一些重物压住。那我们后来有利用那个我们油压剪，然后进行破坏，然后之后再利用那个军刀具把上面的那个水沟盖把它锯断，然后才顺利的把那个大体移出这样。墓坑内最后的遗体已经伫下晡3点多送去殡仪馆。代替代理局长表示，所落来会同时进行第6节甲第8节车厢的拖吊清理作业。第6节车厢希望比较第5节车厢的做法。第8节车厢因为车体损害甲只剩1/4，会用切割车体方式运出残骸。那南口第8节车厢就是一边切一边放厂车一边运营，那这都做持续。那我们希望明天6跟8就可以处理完，那后天持续就来处理第7车的部分。原本工程计划预计伫初6完成事故车辆拖离，但气文中受访的时阵表示，至少要到初7才有法度完成所有车厢的拖吊清理。另外，预估伫4月20进前完成墓坑结构的安全检测，确认无安全的记录，才会恢复通车。记者杨淑静、林玉凯花莲报道。有精神科的医生表示，大型意外事件了后，不管是受伤的旅客，也是亡生者家属、救灾人员等等，拢正容易产生急性压力症候群。医生也提醒讲，若阵心理上有无爽快部分，就要放轻松；若阵一直有压力，就要赶紧来找医生解决问题。警方协助开路。26岁罹难者郭俊杰的遗体送登去因故乡，伊是花莲倒溪乡分分的原住民，长期伫北部食头路，伊嘛真友好。因为知影因爸爸最近身体无好，专工伫清明连假节代替要登去，想袂到怎安尼永远分离。家里的家计呢，原本都是有俊杰负担，那这次因为舅舅有检查出来，疑似大肠癌的部分，所以我本来俊杰想要带他去北部做一个治疗。从小是很乖，那天说要回家接我去台北，我想不到怎么发生事情。警方表示，因爸爸伫第一时间知影因后生嘛在这帮死亡的列车了后，悲伤过度送病院急救，所落来警方会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其实伫每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后，精神科的医师讲，除了生还者或者是罹难者的家属甲救灾人员等等，拢有可能会产生急性压力的症候群，因有可能会对相关的新闻感觉惊吓、压力大，惊灾难发生伫家己的身上，连迷茫嘛去茫着，甚至是惊甲唔敢听，连带去影响到社交活动，情绪的稳定性嘛受到影响。接触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会惊恐、害怕。那甚至藉由各种状况呢，会让自己呢情绪容易不安，那甚至用一些方法来麻醉自己，比如认为喝酒啦或药物，镇静自己的焦虑。医生讲，像这款急性的压力障碍，普遍会伫1个月慢慢好去。若是分尸边有这个事件的受害者、生还者，建议都要尽量听伊讲话，甲伊陪伴甲支持，嘛应该转移注意力，较少看电视、报纸或者是网络相关的新闻。若超过1个月，也是受到创伤压力的影响，都要赶紧去身科或者是精神科，互医生看，避免疾病变做慢性病。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发生火车伤亡事故，虽然交通部长林佳龙伫昨宣布讲要辞掉交通部长的职务，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认为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无核定2018年皮肤麻事故了后，交通部所提出的台铁总体检报告，即互台铁无法度进行改革。国民党团认为讲，苏贞昌也爱落台负责。台铁太鲁阁号事故造成73年来上重大死伤，交通部长林佳龙初时半暝各地并且破文，正式宣布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也毋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认为林佳龙也需要接受调查究责。另外也指出，行政院长苏贞昌一直无核定2018年普悠玛事故了后，交通部提出的台铁总体检报告，互台铁局袂当彻底改革，要求伊也应该落台负责。如果当时就核定。如果提早就按照总体检的内容要求，要对边坡的安全改善，我们今天不需要丧失50条宝贵的人命。对此，苏贞昌批评有人用错误的信息带风向，指出台铁总体检报告完成了后的3天就交予各部会执行，爱改善的项目目前已经7成解除列管。另外，监视也会请辞负责，苏院长无正面回应，只强调会负起责任。完成后3天。就由政院秘书长立刻通函各部会执行，而且其中要改善的144项已经执行完毕，解除类管109项。政府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要负责任，但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南洋立委表示，将伫交通委员会提案成立调查小组，以检视异常监测车的得标资料甲合约内容敢有问题。佮要求台铁1礼拜内彻底检讨其他时间中的边坡工程相关安全措施。不分蓝绿，共同成立调阅小组，好好监督检视。对整个事故的一个原因的调查，我想由运安会的专业的单位在做了。要成立这样的调研小组，是不是反而会对于那个运安会的一个调查变成一个绑手绑脚的一个状况？民进党立委本会期交通委员会调委陈淑华表示，尊重各党立委的提案权，也毋过认为案件调查应该交予专业单位运安会进行，成立调查小组，恐怕会拖到厘清事故原因的事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采购透早来自云林沿海各乡镇的电园团体发起联署，要求卖料电厂甲16座气电共生厂全部拢爱改做使用天然气。云林县政府环保局表示讲，支持卖烧土炭能源转型，改善县内空气品质。大城化工要制作小土炭，希望民众清气的空气，因为云林县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连续7年全国空气上歹。采购早起，云林的地方团体做伙来呼吁，希望6间会当甲卖料电厂，佮有16个气电共生厂，为小土炭改造小天然气。真的过去就是拢是用燃煤来发电，但是即摆环保意识的抬头，尤其人民的健康重于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这个空气污染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非常呼吁、强烈的要求台塑呢能够定出一个时程表，明确的这个天然气转换呢，来改善我们这个地方。地方团体表示，未了台西等等的沿海地区，20年来钓竿的人愈来愈多。养殖渔业又成愈降低，研究显示，甲环境的恶化有关系。其中，6间小土炭是重要的因素。希望政府推出2025非核家园的时阵，嘛要要求企业转面用天然气取代土炭。大家甲阮联署，联署吼，阮到一个坎站，阮就要直接来要求台塑、甲经济部、甲台电，一定要4A，一定要做，这是前提嘛。因20年过去，我后壁搁20年，我要安怎？东卖电它就占了全县差不多20% 的一个污染量，这个部分。那我们云林县也支持说，当然这个卖电燃煤机子它全面性处理也不反对这个能源转型这个立场了环保局表示，卖料电厂甲电送到北部，不好在地享受到任何优待，算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这几年，云林县政府以有限的资源来改善空气 ，PM2.5为105年平均26.6微克，降到109年的17.6微克。若有任何减碳的政策，地方政府拢会配合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台湾的水库无水，外来种的鱼虎却是看现现。这款外来种的鱼仔，唔但会损长本土鱼仔的生态，就这个环保育团体也鼓励民众会当趁机会去钓鱼虎，也呼吁宗教团体唔通乱放生，因为你办这款动物一条生路，颠倒害死别种动物。你啊看迄树荫下骹有无？嘿，迄鱼虎拢伫咧边啊，你啊注意看人。往内鱼潭水库内底看，真简单，就当发现外来种鱼虎的身影。毋那遮伫苗栗真侪水库也看会到，买到也真简单。50尾吧。它钓2个小时而已。鱼虎真歹，佮强势，佮加上马氏性，引起保育团体烦恼，会破坏原有的鱼类生态。而且最近正伫大水期，水库的跳水面积下降，促使鱼虎更加会食其他弱小鱼群。保育人士只好鼓励钓友拥有钓鱼虎，也呼吁宗教团体唔通随意放生。这个长大就麻烦喽。会越来越多。对啊，然后这个它没有天敌啊，这台湾的鱼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没有天敌。根据了解，鱼虎上早方发现伫南部水域，包括闸门水库、乌山头水库等等。最近渐渐往北部土地，毋但数量哪来哪侪，体型也哪来哪大。不过水库管理单位暂时也无具体的防范措施。我们今年有委托那个特有生物中心针对外来鱼种的部分，尤其是鱼虎，我们有做一个调查，然后准备看调查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个处理的一个措施。面对鱼虎可能造成的生态浩劫，管理单位强调已经委托保育中心调查，预估年底会出伫相关报告了后，就会当展开水域生态平衡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种改良过山药，号做下雪。伫台东县有种120多公顷，去年因为气候无稳定，产量甲品质也无讲介好。不过今年农民有调整下雪的产期，提早伫4月上市，产量甲品质也拢袂歹，真也准备要外销了。金黄色的下水山药是改良高雄3岁品种，号称顶级的山药。8年前台东县因是捌种，目前有120多公顷的面积，年产60多万公斤，原本每年5月才会上市。不过去年天气一时寒一时热，影响产量甲品质。农民今年调整产期，部分提前伫4月就采收上市。农民预估今年产量应提升3到4成左右，品质也比以前较好。今年的气候比较顺一点，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产期呢，就比较能够顺遂的来出货。我感觉今年这品质是介适合外销的时阵，因为产量有咱就有法度出去国外。农民讲5月份就是下雪山药大出，为协助农民外销，台东县政府继续补助，提供农民台东品牌包装阿巴甲亚白的大纸。今年举办第1届下雪山药评鉴，帮助农民顺利外销。我们在这个认证上有更多的这个认证，让消费者更能满足他们，让他们信心可以大增啊。官府表示，下水山药伫台北果菜市场拍卖价1公斤有170块左右，即马也运出一栋到香港参加美食节促销。官府甲农会会全力协助农民外销到港澳、日本、新加坡甲马来西亚这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新化老街去年拄好是100年，伫老街西边目前有18间的厝主同意文化局的征收计划，修复因的摆老厝的外观甲顶牙卡。上届特别是这修复的师傅用的是水库内面的土山，一种合作落土的新材料，咱也做回来看卖。徛伫因架顶摆老厝顶面的花色看甲足清楚，师傅当咧用落土修补必顺。水泥伊会闭。伊的永久性嘛无法度较好，所以咱这样改做用一种叫做水库做会出来土有无的新工法，可以甲做较明起来。因为经过试验过，因伊的永久性会较好。为着甲古厝上价值的花石修复，师傅第1摆用落土这种新工法，第1批6间古厝过年进前已经完成，毋但加强建筑外观。拆掉看板、顶仔卡的厝顶、甲老店店号，嘛拢爱精修。问迄个布店嘛新盛兴，恁的屋顶甲迄个八卦的哪会？讲因本来就安尼，所以就甲伊恢复，就是要保留这个原味安尼，所以伊会甲阮杨金花3字露出来嘛，得敢保留原味。这间买150年历史的米店店号，原地藏伫铁门内底足侪档，即马总算会当重现。
厝主杨太太足感动的，生活老家因为拢是私人有历史价值的古厝，负责征收的团队开3、4天的时间，一户一户甲厝主沟通，佮甲老相片吹出来，比对古厝原底的模样。阮是一户一户安尼，征求各店家屋主的同意，好，那我们只是整修这个跟公共景观。公共性有关的这个牌楼跟街道景观，他们有认同感之后，后续他们也才不会又陆续又重新再把大招牌或者又增建东西又跑出来。11间变14间，14间现在目前18间，这是整个我们西面这村2间无盖同意书呢，村的大拢要来整理，我相信那2间尾仔还会加入。新华老家伫1920年的时阵，规个中正路改建做2楼也是3楼的白老厝，到打过100栋，每一间店面拢有故事。这是台南第一批遐尼侪联动古厝征收的案例，希望互搁较侪人看到遮尼水的100年古厝。记者陈雅文、赖伟做台南报道。台湾文学家杨贵的纪念馆最近佫加2件新的文物，大约是80年前杨贵的阿兄送予已经过身的前台南县议员唐德顺的册刀啊，和结婚的礼物册刀啊。唐德顺的后生也甲这2项珍贵家具捐予纪念馆，纪念杨家和汤家这2家感情。一个册刀啊，已经有强卖80栋的历史，佮有一个册刀啊，上面佮倒对日本进口的木玻璃，看起来真贵重。写宋宝夫、宋宝夫出名的台湾文学作家杨贵，伊阿兄当初是就甲这2项家具送予前台南县议员唐德顺，这2项文物打拢捐予伫台南新华的杨贵文学纪念馆，未来通丰富馆藏和展览。能够放在杨奎文学纪念馆啊，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能够供大家缅怀先人啊对于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爱惜。唐德顺少年时读新华公学校，毕业时是台南州的第1名，佮考入去苏东时的州立二中。杨贵的阿兄看唐德顺认真读册，真美满，就送伊一块册刀啊。后来唐德顺结婚的时，杨贵的兄哥又佮送一卡3尺悬的日本式册刀啊来祝福。这2项家具是汤家的传家宝，一直拢真小心的保存，大家由唐德顺的后生捐出来。致赠这2个100年的日式和风家具呢，对我们杨奎馆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关系到杨奎的家族跟他的邻居这个汤先生这个家族，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杨家和汤家虽然无血缘关系，但是感情真亲。杨家也一直真疼惜汤家。但杨贵纪念馆加收藏这2项文物，定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讲予众人听。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的南边社区最近就推出渔船旅游的行程，也有一寡装置艺术会当去遐翕相，也可以当坐竹排啊出去外海收蚵仔，现收着现行来食，咱做回来看卖。坐伫扇房仔顶头进入蚵仔棚收蚵仔，采收了后，搁爱家己凊现行现食，互外来游客感觉真趣味。因为像我是台北人，我就比较少能够有机会到那个山板上面去做采科的行程，然后现场吃的那个鲜科，就是又肥又饱满又多汁，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这个特殊的行程，不是伫大观光地区，是屏东东港的南滨社区一个传统的小渔村。因为今年是观光局的脚踏车旅游年，太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积极在规划一套在地游览行程。那邀请加拿大艺术家来设计装置艺术，佮结合在地传统产业，望向民众来轻松体验渔村的生活。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跟在地沟通，也找了专业的这个团队去盘点南屏大概到底有什么可以去吸引游客来去做村落的小镇旅游的一个深度旅游的，发现这里面的养殖的。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渔村的这种氛围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去做着力，持续去作为带动南屏2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虽然收蚵仔对当地居民来讲都是日常生活，不过算是住伫咧都市的民众唔捌体验过的。
所以品管处望甲在地生活模式变做一款观光特色，向游客来行搭，帮助传统的渔村找到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婚林轮背水尾川，有老师来遮，甲坐轮椅的朋友跳国漂舞，请国家内面正出名的选手陈心琪来指导。有的学生是表现真好，嘛希望讲有机会再陪一寡选手去比赛。对活泼的音乐伫咧当时，操作轮椅的动作嘛真流利。伊是咱亚运、奥运的金牌游泳选手陈心琪，嘛是国内真出名的轮椅舞冠军。为着要鼓励愈侪行动无方便的朋友出门活动，陈心琪即马也开始到婚林的轮背等等的草地所在，教人跳轮椅舞。有趣啦，有很多东西要记，然后每天听音乐啊、律动啊，就会非常的开心。这样旋转轮椅啊，那对我们的复健都。出面当参舞是上好的。这会当从这从出面的运动，这老人加一项目好来运动安尼。中华民国轮椅运动舞蹈协会除了举办相关的比赛，嘛邀请出名的，亲像陈心琪这款的选手来到下港开课，由奥运选手来指导的免费的轮椅舞课程，对这的乡亲来讲实在稀奇。而且协会嘛协助接送这的行动不便的朋友来上课，受到地方真大肯定甲支持。这个轮椅舞蹈不是说你一定要坐在轮椅上，而是你如果身体比较没那么方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来透过这个轮椅舞蹈的学习，它是运动，然后调整你的脊椎，让你的各方面的能够强身健体。轮椅舞协会未来嘛要继续将这项运动佮推广到其他的地区。若是要鼓励这的新长人士，嘛希望会当培育愈侪轮椅舞的选手，通好参加比赛，为家乡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也可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